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台南市第3届市长选举头一场的政见发表会，12号暗时伫北区文园甲文清里活动中心举行。6位候选人提前15分钟陆续到场，由选委会主委李梦燕主持发言顺序的抽考。每人发言20分钟，并且伫有线电视第3公用频道专程来直播。6位候选人上台发言进前，嘛手牵手做伙翕相，充分展现君主之争。发言的顺序分别是无党籍的林美芳、无党籍陈永和、国民党高书波、无党籍柯忠信、民进党黄伟哲，甲无党籍的苏焕智。因为政见发表是各候选人表达意见，并无做辩论。整个过程阁算平和。6位候选人的政见焦点，大部分拢放伫咧拼经济。自称 CEO 的林美芳讲，当选以后进入市府，第一件就是要成立招商局。李高书波强调，要甲未来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合作，成立台湾的发财团。李柯忠信则是强调家己的国际贸易专才，将努力招商改变台南。李英伟则提出产经重镇的政见，表示无论是找工课或者是创业，拢会来协助处理。李曾经担任县长的苏焕智，则是主打政绩牌，强调8年来经济衰退，参选就是要来翻转整个大台南。大家都赞不绝口，就我有把那个政见的程序几个做到什么时候，我统统有标出来，但我也不敢说100%，但我就是有目标。这就是我的自信。政见会袂使干那讲一个环保啦吼，一个人自己食饱，食饭了，伊有足侪工课要做嘛吼，所以绝对不是讲一个环保就会讲的。等下大家听我讲看卖啦吼，讲了若歹吼，大家要输赢；讲了若好，甲拍一个扑啊啦，选票转互我就好啦哈。我们讲高雄那个国瑜兄哈，他非常成功的把那个选举的焦点聚焦到经济跟发展上面，尤其是南部怎么样能够这个重新的发展经济，能够复兴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以前南部的选举很少把焦点这个完全集中在这个事情上面，也得到这么多的成功。好，以前大家有一句话叫做“肚子逼马会讨到病啊”，但是显然这个东西已经不灵了。寒流如果来了，衣服多加一件就好了，就比较保暖了。我觉得还好啦。对，尤其我们觉得其实到最后纷纷扰扰都势必要回归到平静。到最后投票的那一刹那，还是要回归到理性，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对选民是相当有信心的。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倒也还好，而且是平常心。我们对未来的市政的发展经济的振兴，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对有关这个大创案的相关疑点提出来就教我们的另外一位候选人。那也有关那个昆林山，那么收回400万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另外一个候选人黄伟哲呢，就这个部分能够来澄清。今仔日，咱台南经济要脱困，唯一的一个办法，政治人物的政治专长已经无法度互咱改变。要互咱台南会当来经济发展，就是咱的市长有专业的能力。知影国际经贸的环境，国际经贸伊有所了解，市长外语阁会讲。咱的市长呢，知影咱的地方的种种对本土有认捌，知影咱台南对业有迄个天赋，是会当来吸引外国的观光客甲外国的投资。安尼用着市长的外语能力呢，去将遮的外商招来咱台南投资，安尼咱台南的经济才有可能会来改变。另外，伫65岁以上的长者健保费补助，有4位候选人林美芳、陈永和、高书波加苏焕智，嘛拢主张上任以后要比照其他的5都。至于后一场的市长政见发表，因为有候选人发起政见辩论，目前6位候选人已经有4位签名同意辩论，一切等待选委会来做决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书博上午公布了未来伊将要聘请的市政顾问名单，其中治水甲经济，去高书博认为是台南目前上界重要、上界需要好好整顿的环节。所以针对治水，高书博表示专业上重要。伊聘请的是知名治水专家李宏源。李宏源伫咧现场也承诺，假使高书博若当选，3年内伊会甲台南饮水的问题处理好。我是觉得。这个不管从治水、从防灾，我们都必须要很专业的来面对。虽然过市长动算的第一礼拜，我已经多他讲啊，第一个礼拜我就会跟他约一个时间，你最好给我半天。我不要说上课了，我们把台南市做一个很专业的分析，分析完以后对症下药，慢慢的定出治水的这个方略出来。我们希望。因为底罪哈，这没有特效药的，我们希望慢慢做，慢慢做，2、3年之内逐步改善。我相信咱台南一定有办法摆脱这个淹水的这个阴霾。另外，假使想要让台南的经济来起飞，身为学者的经济顾问朱云鹏，伊提出了3支箭，要来创造台南经济高峰。你当选以后，只要发这3箭哦，下给我。枪棍，全部台南翻转了，第一，宣布全部大台南市成立台南自由经贸园区。我们第一件出去以后，成立台南自由经贸特区以后，就恢复首府的地位，第1名，对不对？第2支箭。振兴台南的产业，台南就嘴企业，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汽车零件很多都在台南生产，对不对？所以呢，以后我们第2支箭是什么？货出去，厂回来，货可以出去，也可以进来，就自由经贸特区嘛，对不对？但是工厂把它迁回台湾。本来在外面的，把它迁回来，我们第3支箭，台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农业，农业其实是台南的精华又精华。高书博嘛来表示，这寡市政顾问团拢是以用专业作为考量所聘请的专家。伊也认为，近日来台南选情哪甲你有愈来愈接近的趋势，伊有信心会当赢得最后的胜利。师伯如果遇到乡亲，我常常就请问大乡亲说：，咱这几天啊，大家是感觉生活过得较好还是较歹啊？这是上简单的一个问题。大家若是感觉过得较歹，咱就来追求改变。我们几乎所有的乡亲，所有人感觉拢是过得较歹。所以对我来讲，过去这几次的民调，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因为大家都想要追求改变，大家都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咱即马在台南追求改变的这个力量，我们已经被唤醒了，跟高雄市一样。如果我们这一次能够在南台湾翻转成功了。咱所有台南的乡亲，我一直拢甲所有咱的市民讲，咱不但是救着家己啦，咱嘛是顺线救着所有的台南人啊。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开设的全国唯一创意家具设计加制作班，伫每期的成果展，拢吸引袂少的民众想要购买，但因为这拢是非卖品，过去只用来做展示、收藏或者是中福利用。因此，今年分家南分署特别甲市府社会局来合作，首次将100多件的创意家具将要捐赠予弱势家庭，并且伫上午举行捐赠仪式。到场的来宾包括官田区长、议员以及侪贵宾，拢共同见证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送爱到府有够赞！再一张哦，来！一直以来这些作品其实是非卖品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纳为财产以外，就作为展示的用途。但是因为累积
大概130多件哈。那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相关的规定的修正以后，我们把它捐赠给有需要的这些弱势的一个家庭这些对象。那我们特别就要麻烦我们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这边哈透过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媒合把这样的很棒的一个我们职训学员的作品可以送爱到府来协助我们这些有需要的弱势家庭。这130多件的家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资源的一个放入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买这一些创意家具，一来市面上不见得买得到，那这一些孩子或者是年轻的这一些父母，那他们能够看见，就是说，跟一般我们补充给他们的或供应给他们的一些小家具，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就是一般人得不到的。那二来就是真正能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生活上，让他们过得更舒适，那更温暖。那另外也让学员们，真的是在他们实际的实习的过程或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更有一份正面的能量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是一个爱的循环。这届关键的创意家具虽然拢是较细件的桌啊椅啊，不过拢真实用，而且佫是真流行的作品，包括用橡木、葡萄木加三毛菊等材质制作的柜仔、茶几等。现场佫有大内高手的讲者、广告加舞蹈的表演，场面热闹温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17年首次举办的桂林散步音乐节，丰富的活动内容得到国内外乐迷的好评。观光旅游局嘛将伫11月30号连续举办3天，即届嘛甲城市音乐节结合，到时阵将会有户外免费的演唱会、音乐产业交流座谈，以及超过10场的 showcase， 总共56组国内外乐团售票表演。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台南成为独立音乐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嘛，让更较侪乐迷会使熟悉台南，并介意着台南。13号上午市府嘛举办记者会。希望让更加多民众知影这届的资讯。我们希望在台南透过这样城市音乐节的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台南，尤其是熟悉我们的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音乐场馆并不是像一般我们看到音乐节都是一个单一的场地、一次性的活动。我们在8个场馆有54场的 showcase。那所以呢，这么高难度、挑战至上的活动，请拿到我们的手册。我们有专业的网站，网站上呢，你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到底在哪一天、哪一个场地要看什么，全部在网站上。而且我们这次网站的设计非常厉害，可以做成你自己的行程背包，然后有我们的散步地图。这张地图里面有所有场馆的地址、内容跟它的方式，包括全美戏院，包括听说包括晚沙等等。我想这些都是现在台南也非常热门、非常夯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展演或者是戏剧展演的一个场地。那希望透过这样的场地，那透过这样中小型的一个表演那可以让更50几个国内外的乐团跟他们赏识他们的我们等于是建构一个平台，让伯乐跟千里马有机会在台南相遇，那么有机会在这个平台里面被看见、被发掘今年嘛邀请30位以上的国际知名音乐节宣传人、唱片公司等相关产业的代表来到台南交流。是台湾乐团袂使错过的音乐交流盛会。这届嘛同时举办福尔摩沙串门子活动，结合了29间台南特色的老厝，伫音乐节3天的期间内底，限定来开放，民众会使对咧音乐节的散步地图，一边听歌，一边找找5条杠顶面的历史故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了，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
以平安健康。哦，老梗呢，你在客套什么？吹蜡烛，吹蜡烛，耶！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那样。你们两个上课聊什么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在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季柔，告诉老师，他们两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扛他们两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1000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一，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私伪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4，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有话告诉你。什么话？就是我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台南市财政税务局11月份开征107年的地价税，缴纳的期限对今仔日开始到11月30号为止。财税局表示，目前税单都已经寄到民众厝里，如果是无收到税单，或者是税单无去，嘛会使就近甲财税局各分局补单，或者是到多功能税务柜台进行补发。如果想要补单的话，可以到我们台南市税务局的5个分局来补单。我们为了服务乡亲更方便、更便捷呢，我们有延伸服务，有11个据点可以来申请补单。另外呢，我们那个地价税呢开征有缴纳期限，你如果逾期缴纳的话，每逾2日我们要加征1% 的滞纳金所以提醒乡亲朋友，你接到了税单，一定要赶快在限期内去缴纳。财税局提醒民众，收到税单就会使利用多元的管道进行缴税。除了一般的银行、农会、超商以外，现在只要下载金融机构的缴税 App， 嘛会使轻松伫厝里完成缴税。那现在呢，我们行动支付 App 很夯嘛我们也可以用手机来缴税就是说，你如果装有 NFC 功能的你可以安装4个 Pay 4个 Pay 来轻松的缴税。那你如果没有安装 Pay 的话，你可以拿到我们税务局来临柜，我们也是可以用行动装置来帮你缴税财税局这几年嘛推广电子转销通知等服务，相关的缴税通知透过电子信箱寄发，缴税嘛会使透过网络或者是 ATM 等管道，节省时间嘛便利，减少资源的浪费。
同时配合财政部的便民政策，整合发票兑奖的作业。108年1月1号开始，发票取消邮局兑奖，民众会使到银行、四大超商、全联等单位兑奖。台湾新闻综合报道。在农委会副主委李泰基、水保局台南分局长傅桂林以及农业专长的副市长许汉清见证剪彩之下，台南第一间由在地小农甲优质餐厅所合办的农产特卖所正式来开幕。这间小小的店将会直接接收到由产地送过来的农产品，并且在咧专业的刀子仔卡手料理之下，创造出一道又搁一道美味的料理。大家也伫咧现场品尝到现版的在地农产品上介好的风味。它是青江菜，青江菜，青江菜，青江菜的叶子怎么那么嫩？对啊，青江菜叶子怎么有那么嫩？哇，太棒了！现在，有点秀。那今天我们支持的就是由我们优秀的一群农夫、一群青农来这样子推展的一个农产直售所。那在我们糖果厨房也有这个最好的料理。那保持最好的农产品的原汁原味来传到这个整个消费者的面前。那希望各位这个台南市的好朋友，或者是这个远道而来的好朋友，都可以到我们崇学路这边，到我们这个糖果厨房农产直售所这边来采买新鲜的、最优质的农产品，或者是品尝这些从我们最优秀的青农种出来的这样子滴滴都是带着爱心的这样的美食以着安全、安心、新鲜这三大重点作为因经营的理念，这群小农聚集起来，就是希望会当透过小农甲餐厅直接合作的模式，来改变台湾长久以来农产品销售通路一层一层利润向北坡的状况，也借此要来稳定着农产品的价值，让消费者会当享用到上介好的蔬果品质。然后这个主要的是我们农委会为了培植我们的新优秀的农民青农的部分，然后给他们相关的一个福祉所以包括食材的部分，我们怎样种在地农村的一个食材，然后透过餐厅的销售，能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产业能够拓展到我们这个都会区来。所以我们在崇学路这边开幕这样的一个场域希望提供给我们在地的农民，还有我们在地的餐厅，可以有一条龙的一个给大家在食农的部分可以得到安心的一个环境场域，提供给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地的那个食用者，或者是在地的民众有一个安全，然后又安心，然后又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最健康的一个农场跟食品。那这一次呢，我们新农人率先为了拉近这个生产者跟消费者的一个距离在市区呢来开设这一个直卖的一个场所。我想呢，这是一个产业通路创新的一个新的一个开端。那我们也期望就是透过这一种直销拉近这个跟消费者的一个距离。未来业者也会推展食品安全甲农业相关的教育课程，并且会让消费者到产地做直接的体验，建立消费者对台湾农产品的信心。并进一步提供给大众更加优质的饮食环境。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